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1月15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大选过后，民进党完全执政，上午议会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要求总统蔡英文甲密室的大岛监督者赖清德，表示因既然得到有史以来上关票，应该坚守对少年选民的承诺，在520就职之前，赶紧改国名、国号甲国旗。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伫个发言人王家珍的带领，包括议员李文俊、张世贤、罗坤福、林彦竹、蔡淑惠、甲李中琴，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认为国民党即届的选举得袂到年轻的选民的认同。一方面呼吁国民党中央爱进行路线的检讨，另外嘛呼吁民进党莫阁骗啊，要改国名、国号就赶紧改。党名要改。或者是各种政策，国民党要怎么样重新擦亮自己的品牌？我们党需要一个路线的辩论，那就台湾独立吧，我们还是强调需要一个党内路线的辩论，包括中国国民党的党名民主时代很多声音都是可以进行表达的，然而要经过一个彼此意见的沟通。咱即阵所有的老百姓的心态，就是可能无希望讲咱阁用中华民国伫外口安尼在艰难行。所以我即阵伫遮呼吁，咱即个执政者，恁应该会使开始来改宪法，宪法咱来甲从中华民国来甲摕掉，看要改啥物名，咱会使落来甲公道。在美中台这样的一个状况，三国的一个状况，台湾成了一个美中的一个夹心饼。既然民进党选择了向中国说不，向美国靠拢，那我也拜托美国，拜托美国，你们这个大佬，国际大佬，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拜托美国跟我们台湾邦交，带我们台湾走向国际吧。党团要求蔡英文再次完全执政，嘛赢得有史以来的最高票，就应该信守对年轻选民的承诺，直接进入台湾建国的程序，看是要修改宪法，或者是公投。针对国民党团记者会，事后民进党团嘛发稿表示，国民党的败选应该好好检讨家己，而且蔡总统嘛一再强调，维持现状就是遵守宪法。维护台海和平的稳定现况。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洪秀条来台南选立委失败，外界普遍认为伊选输以后将离开台南回到北部。不过10号洪秀条前往东区上帝庙甲南仙宫参拜，会中伊表示，国民党长期疏忽南部，未来会将培育台南在地人才作为首要目标，同时伫南部的办公室卖持续服务。为了加深甲地方的连接，袂因为选了就离开台南。洪秀条15日前往东区上帝庙进行参拜行程。面对这次败选，洪秀条表示，国民党长期忽略台南，未来将以具体作为，邀请国民党不分区立委来台南亲近，为人民服务。希望能够结合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尤其是我们有一个不分区的委员叫陈以信的啊，那么他就是我们第6选区地方的归仁的人，就是我们台南的乡亲，他当然理所当然有这个义务要到台南来深深的耕耘啊。那么这是我对他的一个期盼，那么他也有一个很善意的回应。除此之外呢，我个人呢在立法院，我们也有很多新生的这个新科的委员，我们也希望他们有空也能够分一点时间来关心我们台南，因为台南需要特别的关心跟耕耘呢。洪秀条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要培育台南在地青壮人才，了解少年人的心声，赢回民众的支持。台南长期以来，我说20几年了，那么都看不到这个蓝军在这个地方有所表现或有胜选的一个机会。我们觉得是国民党对不起台南。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长期以来忽略了耕耘台南，
是不是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人才的培养？同样的，整个中国国民党也是一样，今天会到这样的一个局面，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深刻的检讨。这个检讨不只是嘴巴上讲讲而已，你要拿出具体的行为。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用确实的行动来展现出这个党是有希望的党，这个党是知道这个检讨反省的一个党。怎么样能够换回民心？怎么样让人家知道你这个党的品牌是对的、是好的、是值得大家的一个骄傲的选项？就要靠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另外，对着国民党万年中常委结构问题，洪秀条认为爱予新人加入。互党中央甲地方会当接地气，才会当更打更民意，更加爱交棒予青壮世代，互党中央的决策甲思维更加会当符合世代的潮流。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昨日议会接拄接待日本山口县的议员，下晡来自藤枝市议会议长，嘛带领当地议员等大约20-30人来拜访咱议会。会中议长郭信良亲自接待，双方交流相当和谐，嘛互相推销农特产品。日本静冈县藤枝市议会议长树崎信裕，一行20外人，15号下午拜会台南市议会，由议长郭信良代表接待。现场包括这位议员，嘛拢到场出席陪同，共同希望两会伫咧现有的争议上，会用咧加强互动甲往来。达到台日国际地位的同齐提升。从2013年以来，我们藤枝市每年都会组团来参加大圆百物的特展哈。那藤枝呢是因为可能因为公务让我们，所以呢没有办法每年都来。但是今年呢，我们的藤枝呢市议会不仅来到台南。更由我们的议长所率领整个的团队共有9位的议员来到这边非常感谢，也让台南市议会感到蓬荜生辉。藤枝市议会议长树崎信裕表示，今仔日来到台南市议会，更加感受到大家满满的热情，互家己感觉相当的感动。即届以藤枝三公会议所做中心，促成即届大远东百货物产展。加强藤枝市伫咧台湾的贩卖通路，藤枝市议会嘛持续伫咧边仔来协助，加深台日、台南甲藤枝的合作。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今日台南会当讲是日本美杂族，另外取马县的水上町因为派驻公务人员阿部真行来交流关系，双方一直相当的密切。加上会出版旅游册来协助行销台南安平，嘛出现有一团来自水上町的游客来咱家旅游。上午安平区公所特别出面款待，场面相当热烈。日本水上町一直是咱台南的友谊社区。上午伫水上町长号召之下，有53位当地民众组团做回来台南旅游。市府新闻处甲安平区公所特别邀请西门国小以精彩太鼓表演来欢迎，加上安平在地美食，要来好好招待这群朋友，善尽地主之谊，希望互因感受府城温暖的人情味。因为这一本书，上次过去跟那个町长拜访，然后也有提到说，下次如果町民旅游有没有考虑到我们台南来来我们安平？然后后来因为他町长也愿意，然后我们就开始一系列的媒合，所以我们也找到我们安平最在地的5星级的饭店就来这边做入住。那今天做这样子一个欢迎，因为他们有其他的旅游行程，那我们今天特别安排在我们区公所，让他们来再体会一下我们在地的特色的小吃，所以我们所有的店家也很高兴，他们都来了。但是最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图书馆有做了一个水上厅的一个展览，也希望我们的台南的市民朋友可以透过我们图书馆的展览，认识他们水上厅的一个活动。会中这群日本贵宾甲游客4天3夜拢是大咱台南，都是依照市府顾问阿部真行所出版台湾、台南也有安平这本册来规划行程，特别因对着安平的美食而了解特質。今回は台南の人のいろんな紹介で安平を中心に回ったんですけども。皆さん本当に景色も素晴らしいし、ホテルも素晴らしいし、食事も美味しいということで、全員の方が大変満足しています。这次水上町的50几位来到台南，
这样子的行程是以安平为主，可是他们50个人都感觉安平还有安平的美食非常好吃，还有环境也很好，还有饭店非常好，所以住在台南很幸福。面对这本册，成功伫日本大卖，吸引侪侪日本人对富社文化观光相当兴趣，带动商机。因为透过那个在日本发行的书的介绍我们台南，那还有安平的话，那很明显感受到那个日本来这边的游客有增加蛮多的。那最近我们发现日本的客人非常的多，那我们也出了台南的造型安平剑士兵，来吸引各位来自全球各地的那个观光客。那也希望我们台南呢，能更多的日本客人来到我们台湾，然后促进这样个观光繁荣。时间充满台南人文风情的行程，公所嘛请民众有机会拄到，不妨甲因拍一声招呼。电新闻馆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旧历过年出门到10天，加上最近天气较寒，北区区公所甲行政局以及这个单位联合，捐赠物资等爱心的资源，要互社区内弱势长辈感受到过年气氛甲社会关心。关怀社区的独居长辈，一直拢是北区区公所长期关心的重点。现在马上就要迎接过年，区公所也号召区内的各单位共同募集爱心的物资，提供予社区内独居长辈。15号上午举办捐赠仪式，这个物资到时阵将会由各里长来分送。感谢到咱书店行政局咱关注咱的北区的一寡独居弱势的长辈毛毛，搁有咱的玉峰宫，搁有咱里长联谊会咱所有的里长嘛捐赠咱独居老人咱一寡生活用品搁有咱这个丹土城基金会嘛捐赠一寡咱的生活用品。上爱主要真感谢到咱五峰局咱台湾局长对这个活动的支持。所以阮这边交五峰局做伙来合办，来关心到咱独居老人跟弱势民众这个活动。那伫咧遮呢嘛，也代表着咱黄市长伊对咱社会弱势一直拢真关心，所以嘛特别支持讲咱各区咱来发动各界的力量，来互咱的一寡长辈时代来过一个较好的年。伫咧遮嘛，趁这个机会我交咱五峰局咱台湾局长做伙甲咱观众朋友拜一个年，祝大家鼠年行大运，新年快乐。这届大力烧天的四点行政奖，也因为最近较寒，所以特别捐赠了毛毛甲一个红包，希望互长辈会使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这届呢，因为要过年伫这个寒天时咱北区遮尤其咱的区长非常的用心做关怀咱这市民尤其这弱势团体所以呢，伊就都有一个寒冬送暖的迄种心态这个诚意就对了所以介咱真荣幸咱大园林亭书店行政奖会当受到咱李区长的肯定的来配合做这个活动会使讲非常的乐意嘛希望呢咱北区这居民呢较弱势者会过一个较好的年，感谢，谢谢。北区区公所就是希望透过政府单位甲社会团体共同努力来帮助弱势，除了互因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同时也号召更较侪团体共同响应，打造更加温暖的社会。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是3次。
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新华年会大街今年已经迈入第9档，而连续8档夜夜不断突破，对2012年的1400万一直成长到去年2000万，满意度更是高达9.6%。上午透过市长吴伟霆甲亲善大使高桥智慧促销，今年年会对18号将正式登场，邀请民众好康到小报。包括南北会百家号店的破手礼，以及年节百会甲各种美食单位，上午先组织伫新华武德殿的广场。预告到时1月18號到23號，總共有170檔的店家，要互消費者一擺滿足。市長吳偉霆表示，邁入第9檔的新華年會大街，已經是台南採買年會代名詞。每一檔營業不斷創新高，今年可望衝破2000多萬，邀請全國民眾攏來踅老街買年會。那今年有2個特點。第一個特點就是說，我們參展的這個年貨大街的攤位數創新高，有170攤。第二個，我們也邀請了我們台南的親善大使，也就是日本小姐選美第2名高橋小姐來作為我們的一個代言人。第三個，我們還有跟往年一樣，有一個泰迪熊。那泰迪熊公司跟我們新化老街作為一個結盟，作為一個連結，我們也高興，就是說。來新華老街不僅是看到這個老街的風味，也有許多年輕朋友，還有小朋友比較喜歡的泰迪熊。然後在我後面都有很多大的超大的泰迪熊，那是特別吸睛的。所以很希望，不管是來台南觀光了，或是本來到其他地方觀光，順道也來新華老街可以看一看我們新華年貨大街，可以吃吃喝喝逛逛買買走走，都非常適合。市府除了宣傳年會大街，記者會現場也閣有一位焦點，就是台南市親善大使高橋智慧，嘛以場地演奏來帶動氣氛，陪同市長做伙行銷。我叫高桥紫薇，哇，好标准哦！果然是我们的台南亲善大使。我喜欢台南，台南是我的第二个家，谢谢。除了各大店家拢捧出因上届骄傲的产品，要来年会大街拼买去。每一档的模彩甲表演节目，嘛拢是消费者真期待的重头戏。市府再次邀请大家做伙来抢好康到热闹。台南新闻阮志和乔邦采访报道。特别欢喜迎接过年，不过只想到出外拢会塞车嘛，互济人头痛。所以交通部公路总局今年为了鼓励民众利用大众运输，对1月22到29號特别祭出3大票价优惠，同时呼吁民众下载幸福公路等 App 来查询，相信会当充分掌握路况。为了鼓励民众伫春节连续假期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回乡甲佚佗，交通部公路总局特别祭出3大票价优惠，同时嘛呼吁民众会当下载幸福公路以及 iBus 公路客运等 App， 会当清楚有10个县市运输的动态资讯，相当方便。针对春节期间总共有连续7天的连续假期，那
公路总局还有推出3个优惠方案，是从1月22号到1月22号的凌晨到1月29号的24点。那这个部分的话，它是搭乘台湾好行提供半价优惠，使用电子票证提供半价优惠，有39条。那另外呢，有89条的国道客运路线，如果搭乘的话是有约85折的优惠。那另外就是，如果搭乘国道客运、台铁、高铁，那持电子票证去过卡之后，再来转搭我们的市区客运或一般公路客运路线的话，可享有1段票或者是基本里程8公里免费的这个优惠。所以希望就是在过年期间能够多使用大众运输。那同时公路总局它也有一个那个 iBus 的 APP， 我们可以利用 iBus 的 APP 去查询我们要搭乘的客运班车它的时刻表跟到站时间，然后你附近离你最近的站点是什么，都可以利用这个 iBus， 然后来查询我们需要的这个服务。高雄市公路总局嘉义区监理所强调，为了避免塞车，除了提醒民众做好行程的规划，加掌握路况，嘛再次提醒民众，不管是高铁、台铁、国道客运，或者是公车，拢会当互相搭配。不止省钱，更会当互交通平顺，过一个无塞车的年。台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台南堡也正伫去年12月举办公益圣诞点灯，特别邀请8间学校162位偏乡儿童做伙来参加。当中因透过画图或者是作文，将活动记录落来。最后经过票选成绩出炉，也正嘛特别颁奖鼓励，场面相当温馨。爱很简单，公益圣诞点灯精选分为画图以及作文2项比赛。伫画图组第1名仙草国小李轩宇，第2名理 K 国小林云云，第3名成功国小林阳玲。作文组第1名青草国小郭佩琪，第2名理 K 国小黄子云，第3名南西国小王以凡，分别会当得到奖金以及奖状。台南大圆柏在去年的圣诞节之前的话，我们举办了连续第10年的一个爱的圣诞送运动鞋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邀请了台南市比较属于偏乡地区的8所的国小，总共162位小朋友。那我们在圣诞节点灯当天的话，我们首先邀请到他们到水上乡的水稻博物馆去参观，然后中午回到我们香格里拉台南大饭店享受饭店提供的5星级的自助餐。那另外下午的话，在参观由我们雅尼生态园区所提供的竹节虫跟蝴蝶的一些生态的展示。那另外晚上参加了我们的重头戏，就是圣诞爱的点灯的一个活动。那这是我们连续第10年做这样子赠送运动鞋的活动。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的话，我们每一年能够利用我们远东百货的平台来协助我们所有需要的被帮忙的小朋友。那当然也希望这份爱的情谊的话，能够继续的传递下去。希望未来这些小朋友长大了之后，在今天他们得到了可能有一些人的帮助，未来他们心有余力的时候，也能够将这份爱传递下去，能够以他们的力量，能够去协助其他的人。百岁圣诞公益活动，除了给小朋友圣诞礼物，募集影像需要运动的以外，另外嘛会安排校外参观、美食飨宴以及圣诞点灯等一连串的活动，希望将教育落实生活化，以实际行动关怀教育这些学生，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热风天气，温度17度到25度，白热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1月10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